伊个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撑的。不过，伊个美食类目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啊，苏州闲话类目呢特别的接地气，大家坐辣电视机面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得更加的亲切，因此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苏州三吃七天六喊吃个么子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荷兰式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三吃么子呢？一个大家叫来点点心，那么上门呢？分到看看啊，我来噻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0斤啥大牛骨？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气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投资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投资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这30多斤的大南瓜，他切得动吗？后来是，哎呦，这本是个杀猪啊哈，这把南瓜单炒。哦。你看多好。哦，哎，实心的呢是吧？啊，不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哦，来里向。那么南瓜头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，后来对。但是呢。我这一吃过，自家分做过。分做过，是吧？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下子，那么切下子呢，一掰皮。哦，一掰皮呢，先弄的切片下来。哦，切片下来。那么切下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。那么蒸至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会熟着，啊，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大概分的一袋，肉了一袋，让你浸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儿，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的注意个步骤啊，要包一块熟粉了，搿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烧结烧切呢，就是我们买得来个果粉啊哈，买得来个水磨粉啊哈，先要压一个头。拿个水搓下，压下头以后，把了水里向杀熟以后，这一块么子打南瓜打干粉一袋肉了海，肉了海之以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肉下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头打。那么什么样子肉出来的搿只皮子呢，就做下个豆子分为半叉，而且酒光滴滑。哦。蛮吃力个，哎呦，蛮吃力个。但口难不吃，为啥肉不让一头粉来当一张？哦，我是也不来三张，那我请你洪师傅来个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子年纪有的，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早点中午2点钟。哦，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你想吧，啊吃力啊。增加好。是啊，你看你腿上才瘦，是啊。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是啊，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功实干是吧？那么留下来嘛也还搬做啊？也做着。不这个呢，叫让盆子轻个。哦。那么这个一张呢叫让壳子。哦。让壳子的呢可以让心搬得多点，让盆子的呢，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清晨工一张盆子。没人这样改变，把他们这样盆子是吧？拾起来嘛让壳子。对。你说子呢，我要包一块孜鱼。哦。不包孜鱼呢，吃了不味个。那个孜鱼里向像是半果糖。对。半果糖的。啊。来说啥？我做啥子？你做得比我漂亮啊！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哎呀！不，你刚子在想啥思维还的？啥都不错。那么啊，这个粗粗。对。那么，
杜老师，我一个体验下来呢，我觉着侪是肉跟着的一个配置，才是辛苦。对对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啦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这个，对，对个，是个，那有一只啊，还有两只啊，搿个只呢是凳子，搿个只是桌子，但是最有结构呢，侪是两只凳子。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哦，你个肚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啊漂亮。呀。你也认得出搿只你做过？2、3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搿只了，啊，做得东西。上上看。你看呢，黄渣渣个肚子上来羞红一点是吧？三姑娘她个做成干的个。他吃个。回来噻。那么干豆呢，另外一两个。对个。刚刚么南瓜头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菜。那么啥个性干，啥个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语种晓得，那你比方讲搿只我晓得。一只是没干，一只嘛不好干。搿只不好干酱。哦，不好干，清亮。对个。搿个3只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搿只呢叫好干，搿只呢不好干，热天吃的。搿只呢叫混毛干，这个干头呢一年呢要60几种的了，来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翻新。对个。啊是，所以说每一个行头侪有那个重点的，所以还有只叫四季干豆糕。搿个四季干豆糕啦。我在3辰光创造的。你试试看呢？不是，我忘记脱了。那么我来试试看啊。正月15口等吃牛山，2月底要吃苍叶干，3月里青豆子还有豆帮干，4月14要吃陈皮，5月端午中吃牛头子米蛋海，6月双娘头黄天干了葡萄干，7月里叉头干、钢头干，8月吃石头还有南瓜头子营养海，9月重阳节灯干要吃重阳干，10月里腊八头子白玉菜，11月要吃冬至头手通棒不裂。12月里年关蛋，家家户户侪要吃大年干，祝福大家1年更比1年嗨。民生在线记者报道。好在今朝的节目呢，随到该到点结束。那么最后呀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今朝幺里的门站与台风登陆影响宜江州，所以呢，大家尽量要改善出门，注意安全。观众朋友，明朝2辰光，民生在线恭喜大家登到门站位。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撑着。不过，伊个美食栏目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可能啊，苏州话栏目呢特别的接地气，大家坐辣电视机面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到更加的亲切。因此，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苏州3吃7天6喊吃的么子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荷兰式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3吃么子呢？一个大家叫来的地形，那么上门呢，分到看看啊，魏老师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9个大头。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细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豆子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豆子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这30多你个肚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啊漂亮。呀。你也认得出搿只你做过？2、3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搿只了，啊，做得东西，上上看。你看
看呢，黄渣渣的豆子上头小小红一点，是吧？三姑娘擦个猪人干这个。好吃的。好吃。回来噻。那么干豆呢，你拿一两根。对个。刚刚我们南瓜头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菜。那么啥个性干，啥个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语种晓得，语种不晓得。那你比方讲干张我晓得。一个是没干。那一个是不好干。干张不好夹夹吃。不好夹夹。清清亮亮。对个。这个三张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干张呢叫好干，干张呢不好干，热天吃的。干张呢叫混合干，这个干头呢一年呢也60几种的了，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翻新。对的。是，所以说。每一个行头侪有那个重点的，所以还有这叫四季干豆糕。这个四季干豆糕啦，我在三辰光创造的。你试试看呢？不早忘记脱了。那么我来试试看啊。正月15口等吃牛山，2月底也吃茶叶干，3月里青豆子位于东方干，4月14也吃。新的大南瓜，它切得动吗？后来是，哎呦，这本是个杀猪啊哈，这把南瓜蛋炒的。你看多好。实心的脑是吧？不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来有点香。那么南瓜豆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了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只有吃过自家分做过。干的。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下子，那么切下子呢，一般皮。一般皮呢，先弄的切片下来。切片下来。那么切下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。那么蒸是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够熟着，还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打个粉的一袋，揉了一袋，让它浸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，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的主要的步骤啊，也包一块熟粉了还，跟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少加少切呢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果粉啊，还买的那个水磨粉啊，哈，先要压一个头，拿个水搓哈，压下头以后，把了水里向杀熟以后，这个一块么子打南瓜打果粉一旦揉了海之以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揉好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头打，那么什么样子揉出来的？搿只皮子呢，就做好个豆子不会棒擦，而且久光滴滑。蛮吃力个。蛮吃力个。但口难不出，为啥你不让一头粉来当一张？我是也不来三张，那我请你洪师傅来个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子年纪年的，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早点中午2点钟。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来想吧。吃力啊。增加好。你看你头上才是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实缸，是吧？那么留下来嘛也还搬做啊？也做着。这个呢，叫让盆子轻个。那么这个张呢叫让壳子。让壳子的呢可以让心搬得多点，让盆子的呢，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轻成功一张盆子。没人这样给，比他们这样盆子的，拾起来嘛让壳子。对。说子呢，我要包一块猪油，不包猪油呢吃了发胃的。那个猪油里向加只半个糖。对。半个糖的。我做啥子？你做得比我漂亮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不能卡子在上上思维还的。上得不错。那么这个粗粗。对。那么，做
老师，我埃个体验下来呢，我觉着侪是肉本身的一个贵族才是辛苦的。对对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的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这个，对对对，是个是个。那也是一只啊，还有两只啊，搿个只呢是盆子，搿个只是壳子，但是最后结果呢，侪是两只头子。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哦，你个肚子蒸好着呢，是吧？啊漂亮。呀。你也认得出，搿只你做过？2、3，我做过。你做过是吧？那我做过大概搿只了，啊，东西做的东西，尝尝看。你看那黄渣渣的豆子上来羞羞红一点，是吧？三姑娘她个做成干这个。好吃的。好吃。回来噻。那么干豆呢，另外一两个。对个。刚刚我们南瓜头子刚。对个。那么现在也刚刚干菜。那么啥个性干，啥个性品种，你也侪晓得。我语种晓得，语种不晓得。那你比方讲，搿只我晓得。一个是没干，另一个是不好干。搿只不好夹夹吃。哦，不好夹夹，清清亮亮。对个。搿个3只呢，我是吃过刚刚。搿只呢叫好夹，搿只呢不好夹，热天吃的。搿只呢叫混合夹，这个夹头呢一年呢要60几种的了，来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翻新。对个。啊是，所以说每一个行头侪有那个重点的，所以还有只叫四季夹头糕。搿个四季夹头糕啦。我在3辰光创造的。你试试看呢？不早忘记脱了。那么我来试试看啊。蒸个15口等吃牛三。那么留下来嘛要还拌做啊？也做着。搿个呢叫热盆子轻个。那么搿个一只呢叫热壳子。热壳子个呢可以让心拌得多点，热盆子个呢还是没法会做呢，就是切成功一只盆子。每人这样个，比方他们这样盆子是，吃起来嘛像壳子。对。说子呢，我要包一块猪鱼，不包猪鱼呢，吃了发味个。那个猪鱼里向加只半果糖。对，半果糖个。来，小王，我做啥子？你做得比我漂亮啊！你看到我做得了这个粗，你做得稀奇，哎呀！不能刚子在上上思维来的。上得不错。那么这个粗粗。对。那么，胡老师，我埃个体验下来呢，我觉着侪是肉本身的一个贵族才是辛苦的。对。真正自个屋里向有兴趣的，欢喜弄美食，欢喜自家爬爬吃吃的呢，咱们还不是这个。对，是个乐趣呀。对，是个。那也是一只啊，还有两只啊，搿个只呢是盆子，搿个只是壳子，但是最后结果呢，侪是两只头子。对。团子捏好后就可以去蒸了。这30多斤的大南瓜，它切得动吗？后来是，哎呦，这本是个杀猪啊哈，这把牛骨蛋好。你看多好。实心的脑子啊，不自家。是了，给你。来有点香。那么南瓜头子呢，屋里向还自家做来吃了。对。但是呢。我只有吃过，自家分做过，是吧？那么刚刚是南瓜已经切好子，那么切好子呢，一掰皮，一掰皮呢，先弄里切片下来，切片下来，那么切好子呢，就是要上笼蒸的，那么蒸是半个钟头以后呢，这南瓜才会熟着，可以吃着。那么现在呢，要拿南瓜大概分了一袋，肉了一袋，让你浸透，再蒸，做豆子再蒸。将南瓜切片之后蒸熟，再和面粉搅在一块捏成团子。这南瓜团子的做法听起来似乎简单无比，事实上却是大有玄机。唯一一个注意个步骤啊，要包一块熟粉了还，搿熟粉呢，你哪样讲切？那么少加少切呢，就是我们买得来个果粉啊哈，买得来个水磨粉啊哈，先要压一个头。拿个水搓哈，压下头以后，把了水里向杀熟，杀熟以后，搿个一块么子打南瓜打。伊个上高里嘛，相信大家也吃得蛮差的。不过，伊个美食类目还是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可能苏州闲话类目呢，特别的接地气。大家坐辣电视机门前听听声音，就可以感得更加的亲切。因此，胃口还会得喊起来吧。
烧嘴三吃，天天落海吃个么子，大家好。你呢继续来看，后来是这个落烟花啊，今朝也叫人啥个天吃么子呢？一个大家叫来的地形，那么啥么子呢？分到看看啊，魏老师，来分到看看。1、2、3，谁是个大家伙？30斤大头头。老韩和小鹿一直给我们介绍精致细细的小点心，这次怎么搬出来个30多斤的大家伙？啊，今朝你不能吃南瓜啊？不，要做豆子的，等你一步一步做给你看。南瓜豆子。大南瓜要变成小团子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南瓜切片。可怜我们老韩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。够分一袋肉了海，肉了海之以后呢，就是根据那个粉的多少，才搞适量的水。那么肉海以后呢，就是要用水搓，要用球队打。那么什么样子肉出来的搿只皮子呢，就做好的豆子分为半叉，而且久光滴滑。哦，蛮吃力的。哎呦，蛮吃力的，蛮吃力的。但口内不吃，为啥肉分一头粉来当一张？哦，我是也不来三张，那我请你洪师傅来的呢。洪师傅呢是做子年纪的，洪师傅呢几点钟上班啊？早点中午2点钟。哦，2点钟才上班的。对。你想吧，吃力啊。增加好。你看你腿上才是，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少林寺的武僧在水缸里练拳，没想到洪师傅把打拳的地方换成了面缸，拳头砸在实打实的面团上，力道十足，虎虎生威。看来洪师傅的这个工作，除了能做出上好的南瓜团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只不过这每天凌晨2点钟上班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是啊，刚刚从南瓜现在变成功实干，是吧？